大家好，我係金特利，歡迎收睇金特利編輯部。今集想講兩個話題，一個係中共總書記權力嘅演進，另一個係講中國共產黨係點樣誕生，陳獨秀係點樣引進共產主義嚟到中國。總書記即係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嘅簡稱，係中共中央委員會嘅負責人，亦係黨嘅最高領導人。但從中共嘅組織制度發展史嚟睇，黨內最高領導人嘅職務並唔係一開始就稱總書記。鄧小平都曾經喺1956至1967年間擔任過總書記職務，但佢唔係中共最高領導人。嗰時候嘅總書記大概等同秘書長之類嘅角色。現今中共總書記確立為黨內最高領導人，係經歷咗一段歷史過程。要講共產主義係幾時候引入中國，就要講返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勉強躋身成為戰勝國，本應可以攞返戰敗國德國侵佔嘅山東半島。但中國積弱太耐，西方列強早就將中國當成東亞病夫。1919年嘅巴黎和會，英美等國私自將德國嘅山東權益轉讓咗俾日本。消息傳至中國，牽動咗全國嘅民族情緒。北京3000多名大學生喺天安門集會抗議北洋政府喺巴黎和約簽署。當日咁啱係5月4日，所以稱為五四運動，之後又稱為新文化運動。時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陳獨秀，正正係五四運動兩大領袖之一，另一個係胡適。當時陳獨秀喺佢創辦嘅新青年雜誌，鼓吹白話文、共產主義，將馬克思主義思想引入中國並迅速傳播。作為一名激進嘅知識分子，陳獨秀深信共產主義係救國之道。咁啱當時蘇聯控制嘅第三國際正喺全球大肆擴張影響力，第三國際派人到中國同陳獨秀等左翼人士接觸，幫佢哋籌組共產主義小組，之後仲出錢出力協助籌備成立隸屬於第三國際遠東局嘅中國共產黨。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後來稱為黨嘅第一次代表大會，即係一大，喺上海法租界嘅一所女子寄宿學校召開。當時全國只有50多名黨員，雖然陳獨秀同李大釗都冇出席，但仍然被尊稱為黨嘅共同創始人。陳獨秀係一大到五大時期嘅黨內最高領導人，佢喺一大上面被選舉擔任最高領導人時嘅職務，並唔係總書記。鑒於黨員數量少，地方組織尚未健全，所以會議決定設立中央局作為中央嘅臨時領導機構。大會選舉陳獨秀、張國燾、李達組成中央局，陳獨秀擔任中央局書記。1922年7月二大召開時，全國黨員增加至195名。選舉產生嘅最高機關唔再係中央局，而係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1923年7月，三大仍然係陳獨秀擔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1925年1月召開嘅四大，選出5人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呢個係中共黨史上首次將總書記當成中共最高領導人職務。總書記嘅職責就係總理全國黨務同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1927年4月召開嘅五大，選舉產生嘅中央領導機構係中央委員會，刪除咗執行兩個字，再次選出陳獨秀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陳獨秀當上五大總書記冇幾耐之前，同一個月蔣介石就喺上海發起清黨，中共革命運動遭到嚴重挫折，黨內多數成員對陳獨秀嘅領導越嚟越不滿。
陳獨秀成為呢次路線錯誤嘅代罪羔羊。喺黨內人士眼中，陳獨秀作風太過妥協，形成被清剿嘅禍因。但其實陳獨秀一向都唔睇好聯俄容共，佢反對成個共產黨都加入國民黨。係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俾壓力陳獨秀必須要咁做。共產國際作為中共嘅金主，陳獨秀冇辦法唔聽馬林指示。依家蔣介石反面不認人，陳獨秀就成為路線錯誤嘅代罪羔羊。1927年8月7日，中共喺漢口召開87會議，由共產國際新派嚟中國嘅代表羅易主持。會議宣布撤銷陳獨秀總書記職權，陳獨秀從此離開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崗位，並選舉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徵為常務委員會委員。由此，瞿秋白成為中央臨時政治局嘅主要負責人。陳獨秀雖然失去咗領導地位，但仍然係中共黨員。直到中東路事件，先令到佢同中共徹底分道揚鑣。中東路事件係國民政府同蘇聯政府發生嘅武裝衝突，發生喺東北省嘅中東鐵路。中東鐵路係貫穿整個東北三省嘅鐵路，由滿清政府出資，俄國擁有同管理，係清末列強割據下嘅產物。1904年日俄戰爭後，俄國戰敗，被逼分一半俾日本。俄國革命後，仍然由蘇聯管理鐵路沿線嘅城鎮，被稱為國中之國，獲取當地豐富嘅經濟利益。1929年7月，已歸附國民政府嘅東北軍閥張學良，為咗切斷蘇聯對中共嘅支援，開始驅逐中東鐵路嘅蘇聯軍隊。史大林進行反擊，東北軍敗退，蘇聯趁機佔領埋中國黑龍江省西邊嘅黑瞎子島領土，直到2004年先歸還翻一半俾中國。當日中共就為呢一件事發動所謂武裝保衛蘇聯嘅運動，發動罷工罷課，甚至武裝衝突，被稍有民族意識嘅人評為賣國。中共當時聲望跌至極低。陳獨秀清楚明白中共嘅路線錯誤，寫咗3封信俾當時嘅中共中央，要求絕不能再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嘅口號。後來中東路事件完結，蘇聯成功保有東北利益之後，陳獨秀喺1929年正式被清除出黨，因為佢得罪咗史大林。現今中共黨史差唔多完全唔會提起陳獨秀，就算提起都會稱佢為叛徒。除咗因為佢被清除出自己一手創立嘅中國共產黨後，加入咗托派，托派被視為共產黨叛徒。更重要嘅係，要營造毛澤東先至係中共嘅真正唯一奠基者。1928年7月，中共6大召開，工人出身嘅向忠發被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歷史上首次出現咗主席呢個黨內最高領導職務，但係實際上向忠發呢個主席有名無實，黨嘅一切方針都由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李立三以及政治局常委兼軍事部長周恩來決定。到咗1935年1月召開嘅遵義會議之前，我有條片講過，毛澤東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並提議由張聞天代替博古成為中央總書記，黨嘅實際權力已落入毛澤東手上。從此，第三國際嘅影響力開始式微。1945年4月召開嘅7大選舉產生咗新嘅中央委員會，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書記處主席。自此之後一段時期，中央委員會主席成為黨內最高領導職務，而且都由毛澤東擔任，直到1976年毛澤東過身為止。1982年9月，12大中央組織制度又有重大變化。
黨中央只設總書記，不再設主席。關於點解出現呢個變化，胡喬木曾作出解釋。總書記係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負責召集政治局會議。好明顯，召集同主持嘅作用係唔同嘅，強調嘅係集體領導。總書記並非凌駕於黨中央組織之上嘅最高機構。喺毛澤東擔任黨內最高領導人期間，曾一度出現個人過分集權、個人專斷同個人凌駕於黨嘅中央組織之上嘅狀況，產生個人崇拜嘅不良風氣，對黨內民主造成嚴重影響與危害。所以廢除主席，只設總書記，背後有一個隱藏嘅考量，就係唔想文革再因個人獨裁而發生。12大一中全會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自此，總書記作為黨內名義最高領導人嘅職務再次確立。中央政治局常委各自分管唔同嘅領域。呢種集體領導制喺之後40年一直行之有效，直至2012年開始名存實亡。好啦，今集有關中共總書記制度嘅沿革同中共創始人陳獨秀嘅介紹就先講到呢一度。歡迎留言討論同補充，我哋下次再見，拜拜。